观众朋友敢知影，旧历8月15是中秋，嘛是月老的生日。台北航海星空标特别举办活动，甲月老做生日，互想要求姻缘的善男信女，拢会当拄到有缘人。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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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旧历8月15中秋节是谁的生日呢？因为我们为了庆祝这一次月老的生日，然后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。今年月老圣诞的第一场活动，台北航海星空标传金龟仔替月老祝寿，嘛分予信众，予信众会使钓一个金龟婿转去。卫生够好对不对？啊，大家拢放个落地啊对无？啊，转去。如果若是男主角甲女主角，你食一喙，我食一喙，你讲安尼好无？当然嘛好，而且听讲伫月老生日这天求姻缘较灵性，所以真侪独身男女专工经这天来求月老赐予因正缘。朋友说月老今天生日啊，所以说想说，很少听过，以前都没在拜，就来拜一下。特别穿全身红，就是把自己打扮得跟红线一样，让月老可以直接看到我。然后我刚拜拜的时候，我也是直接挤到最前面，我就直接站在月老正前面，然后讲了很久。你讲了多久？我旁边都换过一轮了，但我还在那。星空庙嘛，甲书法社团合作，互善男信女求姻缘签了后，甲好话写伫院的开线顶悬砸转去，朋友亲人会当结善缘来团圆。记者林书豪曾派文台北报道。